Hello，大家好啊！讓我波記啊！嗱，今日波記嚟到富力灣嘅一期，同大家分享一套呢個 view 真係超級無敵靚，可以話係成個富力灣最靚嘅一個 view，就係呢層樓嘅呢個單位呢度啦。望出去呢，成個景呢，望園景、海景、山景、村景，同埋稔山鎮嗰邊嘅夜景。5個景下5合1，而且咧呢套房入邊內籠保持得非常之新淨，包括佢個好多嗰啲家私家電都係用得嘅，除咗嗰個冰箱可能細咗啲冰箱細咗啲，洗衣機舊咗啲，因為洗衣機長年擺喺嗰個陽台嗰度，成日風吹日曬雨淋，因為陽台冇風起嚟。所以話就嗰個洗衣機應該就唔用得噶啦。咁依家我哋喺一期呢個屋苑呢度，大家可以睇得到成個一期嘅嗰個綠化非常之靚仔嘅嚇。有冇覺得嗰啲好似喺嗰個森林入邊住咁啊？成一期嘅樹到依家都有成11、12年噶啦，所以話造成咗成一片呢一期嗰啲綠化係最靚嘅一個屋苑嚟嘅。有啲綠樹成蔭，特別係到咗夏天嘅時候喺呢邊唔會話覺得熱嘅，因為佢呢度綠化太高啦。成個富力灣嗰啲綠化，相當於發展商打個比方，你有100尺嘅地方，佢就攞咗30尺攞嚟做綠化，你可想而知佢嘅綠化率有幾高。咁我就其他廢話唔多講，我依家好激動，即時帶大家上去睇下呢層樓究竟有咩料到，上面見。嗱，好啦，咁阿波記而家嚟到呢個電梯位呢度啦。呢個係2梯12伙嘅。咁一出嚟咧，望翻我哋呢邊嘅山景啦。試唔試過嚟？呢邊望翻我哋樓下嗰個村屋，呢度叫做係沙浦村。呢一紮全部都係原住民住嘅。所以話平時咧買嘢落樓呢度都可以買得到噶啦。包括每一日大概6點零鐘啦，樓下。就係呢個紅綠燈樓下呢度呢，有個市集喺度擺噶啦，大概擺個零鐘，賣完之後呢，佢就去翻嗰個稔山鎮上啦。如果係對呢邊嗰個生活配套有興趣嘅，可以睇翻我評論區嗰邊下邊有條 link 可以點入去嘅。咁呢一側嗰邊呢，呢邊又係呢邊嗰棟爛尾樓嘅後邊呢個村屋，呢邊又有個村，呢邊叫做我諗諗先。夾新村呢邊又有一個市場喺度嘅呢邊又有一個市場。呢條下邊呢條路屬於係個主幹道平時個市集就喺呢度，呢度屬於主幹道。呢條路過去呢，下邊呢度呢條路去順寮灣，呢邊去雙瑤灣嘅，呢邊一直過去就係去呢條一直過去係一條舊路，樓下呢條即係樓下呢條係新路嚟嘅，直接到高鐵站。呢邊呢就舊路去嗰個稔山市場啦，稔山醫院，大概都係幾分鐘，即係相當於呢條路同下邊嗰條舊路咧，佢係兩條路係平行嘅，都係相通噶啦呢邊大概就係咁嘅情況啦一出 lift 望翻村景啦、山景啦OK， 跟住落嚟帶大家睇下呢個 view 真係好靚，先帶大家睇出邊，入邊嘅話一陣間先睇。一出到嚟呢邊有一個好大嘅公共地方，呢個地方自己可以利用起嚟嘅自己可以利用起嚟。平時我見其他棟有啲業主咧，呢邊自己擺張台，可能喺度食飯或者有啲朋友過嚟喺度玩下嗰啲 BBQ 呢邊都 OK 嘅呢邊望出個景都係非常之靚噶。呢個只不過係一部分嘅景嚟嘅只不過係一部分嘅景。如果入到去入邊嘅話，更加靚。成個富力灣全部望埋成個富力灣全部望埋，跟住落嚟帶大家睇下入邊究竟
入邊嘅內容保持得點樣 ？OK， 咁一入嚟嘅話咧，就係我哋嘅呢度呢個單位比較特別，即係南北對流㗎。呢邊一出門去望翻我哋嗰邊個山，就啱先我哋講嘅嗰個位置啦嚇，山景背山面海。一入嚟嗱，業主換咗個門，呢個門全不鏽鋼門304嘅啊！一入到嚟同樣都係一個開放式嘅一個廚房啦。呢星盤早期業主呢層樓係攞嚟出租過嘅。OK， 咁呢邊嘅話咧係我哋嘅一個嗱衛生間同埋嗰個馬桶啊，全部都係分開啊，1、2、3段式分嚟嘅。呢啲全部都係當時嘅一個交標嚟㗎啦啊！包括呢啲全部都係早期攞嚟出租，全部都係實木嘅。呢啲全部用得嘅，基本上自己重新買嗰啲被鋪都可以用㗎啦嚇，非常之實淨。同樣室內係擺咗2張1.8米嘅大床喺度。如果你哋覺得阻埞嘅，可以唔要一張。實際上我見有啲業主啊，包括我早期買咗幾套咧，好多業主喺度做一個櫃喺度啦，相當於做成一個一房一廳嘅一個空間。呢邊做翻一個廳，呢邊做翻個臥室啊，咁樣利用起嚟就非常之靚仔。因為今日我哋睇嘅呢套係一個64個方嘅一個大兩房，佢個開間都去到4米幾嘅，非常之誇張嚇。咁一出到嚟嗱，出到嚟呢邊咧係我哋嘅一個騎樓，呢騎樓大概有8個方啊，騎樓大概有8個方。嗱呢個 view 望出去咁啱，就係今日嗰個天氣好先至帶大家嚟睇嘅。嗱呢邊望出去係我哋最遠處嘅話咧，係我哋嘅一個跨海大橋，即係我平時個海灣大橋隔離呢邊係融創啊、維港灣啊、合生合正全部都喺呢一紮呢邊啦。再過到嚟呢邊係我哋嘅4，呢邊係5期嘅用地，呢棟樓係4期。再過到嚟呢邊係1期，嗰邊係4期嘅別墅啦。啊，咁一直再過到嚟呢一紮嗱呢一紮全部都係我哋呢個紅樹林濕地公園啊。當時係花咗3000幾萬去打造嘅，因為呢個紅樹林咧，佢係比較慢生長嘅一種植物嚟嘅，佢只適合喺鹹水，即係淡水同鹹水交界之處先可以種得到嘅。所以嚟講咧，喺內地嘅政府係非常非常之重視呢一種生物啦。點解叫做紅樹林咧？佢嗰個樹根啊，攞把刀刮開佢咧，佢樹根流出嗰啲汁啊水都係紅色嘅，所以人哋嗌紅樹，紅樹就係咁嚟㗎啦嚇。佢嘅好處係咩咧？就係淨化空氣啦、防洪啦、護堤啦，包括仲可以釋放大量嗰啲新鮮空氣嘅負氧離子喺度嘅淨化成個地區嘅一個空氣同埋環境嘅。所以點解人哋會花咁多錢大手筆落去搞呢個環境啊？即係人哋話齋嘅金山銀山不如青山綠山嚇。咁呢邊望過去，我哋海上木棧橋啊，平時食完飯可以喺度逛。過到嚟呢邊啊，希頓酒店預計係5月1號去重新開㗎啦。啱先我問咗下啦嚇，啱先講嘅就係呢條路，呢條路一直過去就到我哋個高鐵站。我自己平時揸車7分鐘啊，即係你哋如果係打滴滴嗰啲，你就計佢10分鐘就可以直接到嗰個高鐵站㗎啦啊。OK 嗱，咁大概就咁啊。呢邊係我哋嘅2期，後邊係我哋嘅3期，2期嘅別墅，3期嘅別墅。呢一紮係商業街，相當於落樓落到對面呢邊有幾間食肆係開咗嘅，仲有間個診所店啦嚇。呢啲屬於全部係私人物業嚟嘅，早期係發展商嘅佢嘅一個物業嚟嘅。呢個天橋，如果即係當時咧，政府為咗修呢條路，另外同時為咗方便我哋業主出行，喺呢邊整咗一條天橋，可以行天橋人行天橋過去到對面，又或者可以搭 lift 1部2部 lift 係已經開通咗嘅。另外再過去呢邊2期呢一側，大概喺呢個位置仲有1部 lift 嘅，仲有一個天橋喺嗰邊，都係可以喺嗰邊過嚟呢邊啦。雙方即係來往就比較方便啲啦。咁樓下呢一側呢，係嗰個富力灣嘅一個舊期嘅會所嚟嘅，依家都喺度賣緊嘅咧。如果有興趣喺大陸呢邊做投資、做會所之類嘅呢一紮有興趣嘅可以揾波記幫你哋去同佢哋斟一斟啊。咁
咁出邊咧大概就係咁嘅情況啦。最遠處就望翻我哋嘅山景、海景啊，同埋呢個稔山鎮上嗰個景啦嚇。出邊大概嘅情況就係咁啦。OK， 咁再同大家總結翻啦嗱，推鏡擺喺最後邊，先同大家總結翻呢層樓入邊。呢層樓入邊啱先大家相信都已經睇得好清楚啦，牆身包括成個家私家電保持得好新淨嘅，直接買嗰啲被鋪啊，床如果唔要嘅就可以換咗個床架用得噶，床架好實淨啊，相當於自己買個被鋪，電視係有嘅，冰箱有一個細型嘅冰箱，空調都帶齊嘅空調，相當於就係啱先就係嗰句帶埋被鋪，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非常之簡單便利啊！呢層樓你哋最關心嘅業主講咗啦，19.8萬呢個價格啊！如果有興趣嘅可以聯繫我哋。雖然話好多人可能經常睇我哋拍嘅富力灣，覺得呢套房價格可能會偏少少高，但係佢有佢嘅價值。點講呢？成個富力灣唔可以望晒呢個全海景嘅，包括全個屋苑景嘅，就得一期呢邊你先至可以望得到嘅。所以話佢貴，佢有貴嘅道理。你包括我哋平時拍嘅其他嗰啲嘅3期4期嗰啲都好啦，佢要麼佢離幾百米或者成公里望海啊，或者4期嗰邊佢就望一條側面望海就望一半，唔係望呢邊就望嗰邊啊。即係睇翻個人嘅需求。假如話你哋係對嗰啲景啊要求係好高嘅嗰啲咧，我覺得呢個真係好適合你哋，因為21樓佢唔會高唔會矮，啱啱中間嘅樓層啦。因為佢喺邊啱先帶大家睇咗望出去咧，就好似望住一幅嗰啲山水畫嗰啲景咁樣，即係成個景係印入眼簾，非常非常之漂亮，真係好靚啊！即係呢層樓，我覺得係值得嘅，因為第一個。佢個積數大，64個方，差唔多65個方啦，就成一個超級大嘅一個大單間。但係你如果覺得唔實用，你可以間開佢啊，就成一個一房一廳都得，都冇問題嘅啦啊。反正呢條片大概就係分享到呢度俾大家，有需要聯繫波記，上面有我哋嘅一個聯繫方式啦。另外評論區都有關於成個富力灣嘅一個交通啦，包括生活配套嘅嗰啲 link 喺下邊嘅。對呢層樓或者對呢個屋苑有興趣，可以點入我2條 link 入去睇一睇，究竟呢個地方適唔適合你哋？反正波記覺得嚟講呢，我係強烈推薦大家可以過嚟呢邊考察一下啊！各種生活配套，我覺得係 OK 嘅啊，因為畢竟上依家住喺呢個屋苑嗰啲人，大部分都係退咗休嘅啊，都係退咗休。點講呢？退休人士先至一般會過嚟呢邊，或者係接近退休，即係未來想喺內地置業，揾個環境好嘅啊，價格又平靚正嘅呢啲房呢，呢個地方真係可以建議大家過嚟睇一睇啊，絕對唔會推薦錯。咁呢條片就分享到呢度俾大家啦。波記最後嘅宗旨就係咁，一直都會拍選盤，一直拍到你哋擁有為止啊！買樓揾波記，絕對至實惠。